Hello Tony 探路，過咗嚟深圳。一品鮮雲餃，睇下有冇位先。都係要雲吞係嘛？我這個紅酥雲吞。來，我做你。鮮菇雲吞，全家福，兩碗都係28蚊，計埋56蚊。食飽走啦！哇！嗰啲雲吞啊，初頭食嗰一兩粒就幾好味，食下食下越食越鹹啊！坐地鐵過去按摩，好，做完按摩啦，又做咗100分鐘。去個洗手間先。哇！成桶薑汁。斟壺水飲下先。呢個羅漢果茶嚟喎，一堆小食，隨便食。舒服晒，搵嘢食啦，過去行返去君上中航城君上，呢度有一間，呢度有一間。幾咁自由啊！人車共融啊！自助早餐8個8一位。B 區對面有間中國銀行。入去嗰間格林雲天大酒店2樓嗰度啊，有得飲茶嘅。匯廚2樓。而家坐咗喺度等位，冇訂台，好大間啊！呢間酒店啊，酒店嘅宴會廳嚟嘅。入得啦！大眾點評啊，收藏打卡送咖啡。個廳係好大啊，得幾台客，夠晒鬆動。你轉咗個窗口位。
打卡呢杯送嘅咖啡都唔差喎，好香喎！一次過上4樣，紅豆糕、燒賣、蝦餃、鳳爪，我出晒煙。叉燒餐包、油菜鳳爪、炒飯、牛肉腸，8樣嘢，134蚊。牛肉腸有蛋喎，整粒蝦餃先。蝦餃啊，好重胡椒粉味。粒燒賣，好味啊！好多汁。叉燒餐包都多餡啊！黑松露海鮮炒飯，粒蝦，呢個咪帶子啊！試下紅豆糕先。好啊，啲紅豆糕唔甜喎。個炒飯呢就偏硬，腸粉啊好多牛肉啊。打卡送嘅呢杯咖啡啊，好香，又夠濃，凍咗仲好飲。差唔多清晒，食飽就走人。手做辣椒醬，禁止吸煙啊！會廚如果上嚟唔嗌團餐咧，就要收15% 服務費。喺會廚啊食飯記得訂位啊！如果唔係到時坐喺度有排等。由 C 區呢度出最好，最近。啱啱就係對面。呢隻係 UFO 啊！好啦，而家行返去華強北，坐地鐵去筍崗，搭7號線去筍崗，10分鐘車程嚟到筍崗。行落去筍崗文具批發。10蚊3個清貨價。
对。哇，咁多哪吒！那年反正这几个人，那上次有几个人？哪吒套裝，全場6折。这里走啊，就是超皮咧。啊，又奇怪喎！呢度啲貨冇價錢嘅喎。啲貨大部分都係冇價錢喎，但係啲人就奇喎，個個一攞起就俾錢，一攞起俾錢喎，幾多錢都唔知喎。係咪啲嘢真係好平？個個都唔睇價錢，攞起就俾錢。全場冇止15蚊。最旺係呢一間，全部10蚊。大平賣15蚊。唔係啊，下低有隻細。水豚。童年回憶叉電 Game Boy 400個 game 啊！好似呢啲咧400個 game 啊，一部機。正啊，係啊，一入落去係39蚊。冇啊，OK。彩色嘅。叫佢拎㗎，你買單咪俾咗錢。你攞喺手上，冇感覺㗎。啊，係喎。佢叫嗰啲仙女棒，好似聖誕係嘛？過生日佢11兩個。啊？11兩個啊？有冇平啲啊？先11兩個啊！先啦。真係好5塊錢啊！一定要大大隻嘅，唔可以有質嘅，因為你知我哋啲小朋友。3、4、大隻嘅。7、8。所以佢送出嚟5塊錢，小姐姐送你。3、你睇大隻㗎，好激㗎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6、18都送你。着唔着㗎？全部係咪着㗎？全部都着㗎。我買翻佢啲心意玩具。呢啲啊。3個8一張。消費完畢，坐地鐵返到嚟羅湖啦，買返啲嘢先。
北京烤鴨，買翻支油甘汁先。晏咗就好多人啦，買咗一支沙棘汁，8蚊，有啲似百香果汁。點咗個芝香烤肉煎餅，16個半，攞埋半隻烤鴨先。哦，68蚊，有埋個餅皮，有埋嗰啲配菜，喺呢間買。好咯，返香港啦，條片就拍到呢度。記得讚好、留言、分享，未訂閱嘅就記得訂閱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有新片就會通知。下條片見。